都知道我可以，但未被滿意，未能鬥志。走得久嗎？我先知，學習細緻，但未放肆，悶得我好想徹底退出自閉。實在這種想法算好東西，心血來潮不再計，誰高低？如結局是我第四，人人慶賀是我自己，難競逐遊戲，我都敢趣味，我真心真意要地。身邊的景致也改變，讓你蛻變，你說厭我，想好好呃更迷途的人，願意我讓你得志，無私跟天真也許算得正事，或是這種想法算好東西，等到黎明，難要我結識世。如結局是